各位同學，今日同大家講嘅課文就係《漢樂府·陌上桑》，作者佚名。所謂嘅佚名，即係作者嘅名字已經失傳咗，我哋已經唔知道呢一首古詩係邊個作㗎啦。咁但係亦都係一首好出名嘅詩，好值得我哋去睇嘅。漢樂府係漢代一種詩歌嘅名稱，樂係音樂嘅樂。陌上桑，大家如果記得我哋學過《桃花源記》，就學過阡陌交通呢個字。陌生人個陌呢個陌字喺古代文言文可以係解田間嘅小路、田間嘅路、田間嘅道路。陌上桑直咗即係田間道路上面嘅桑樹啊，桑樹係一種植物嚟嘅。咁啊，本詩描寫嘅對象，我哋人物描寫單元係一個採集桑嘅美女，採桑嘅美女。我哋先讀一次：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。羅敷善蠶桑，採桑成南隅。青絲為龍繫，桂枝為龍鈎。頭上婀娜髻，耳中明月珠。雙耳為下裙，指腰為上襦。行者見羅敷，下淡略緇搔。少年見羅敷，脫帽著俏頭。耕者忘其犁，鋤者忘其鋤。來歸雙路遠，但坐觀羅敷。咁呢一個美女，我哋用咩角度去描寫呢？我哋馬上開始睇睇啦。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咁第一句我哋就見到一個難字啦。日出東南隅，佢讀嘅發音係愚蠢嘅愚。太陽喺東南邊升起，交代咗個時間係早上。照我秦氏樓，太陽升起之後就照耀我哋秦氏呢一家人住嘅小樓啦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。喺姓秦呢一家人入邊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女仔，佢屋企咧將佢改名做羅敷。我哋呢一首詩嘅主角所寫嘅美女就係姓秦，叫做羅敷，叫做秦羅敷。首先我哋喺呢一度見到一個間接描寫，一開頭特後嗰第一句啊，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，就冇直接將個主角秦羅敷寫出嚟，反而係描寫一個環境，因此係間接描寫裡面嘅環境烘托，係描寫咗太陽照耀秦氏樓，以襯托羅敷係一個好女仔。咦？點解個環境會同個人物有關嘅？大家相信都睇過白雪公主，大家記唔記得白雪公主出場嘅時候會點啊？係會有啲雀仔喺度唱歌啦，係會有太陽陽光普照啦。點解會有一個白雪公主咁樣嘅人物出場之前，會有太陽，會有小鳥唱歌，會有呢啲嘅動物，好可愛嘅森林裡面嘅動物喺度跳晒舞咁樣呢？其實就係想同我哋講，因為呢啲嘅動物啊，呢一啲嘅小鳥啊，都係一啲非常之天真啊，非常之無邪嘅小動物啦。咁佢哋嘅出現其實就襯托咗我哋嘅白雪公主都係一個天真無邪，可以吸引到呢一啲小動物嘅人物啊。同樣道理，我哋喺睇唔同嘅文學作品裏面一啲嘅好重要嘅人物出場之前，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強勁嘅音樂啊，譬如電影啊，會有一啲強勁嘅音樂出現，或者會有一個太陽陽光嘅照射。其實呢啲咧都係用緊一個環境嘅烘托啊，係去話俾讀者聽。請注意啦，我哋有一個非常之正面、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出現。呢一度亦都係用咗直接描寫、直接寫個主角出嚟，就係秦氏有一個好好嘅女仔，佢交代佢嘅名就叫做秦羅敷啦。羅敷善蠶桑，採桑成南隅。羅敷係擅長咧養蠶採桑嘅。桑咧係一種植物，咁呢種植物咧有一種果子就叫做桑啦。咁啊，大家可能都食過，或者叫桑葚、桑葚子咁。咁有少少似佢個體積好細嘅，咁顏色咧有少少似車厘子。我哋除咗食桑樹嘅果子之外，仲有蠶蟲呢種嘅昆蟲，亦都會食桑葉嘅。蠶
蠶蟲就係天鵝嘅一種幼蟲，佢哋會食桑葉，而且吐絲。人類就會用佢哋嘅絲嚟製作唔同嘅布料啦。羅夫係擅長係養蠶採桑啦，咁一方面咧就得到佢嘅果子，另外一方面亦都得到嗰個嘅布料啊。一日喺城南嘅一個邊咧去採桑，頭嗰兩句咧，我哋見到係表達到我哋主角羅夫係一個鍾意工作嘅人嚟喎，佢唔係喺度飲茶，唔係喺度化妝，係表達到佢用行動描寫佢喺度養蠶採桑，表達到佢嘅內在美。可以見到羅夫係一個有才華嘅人，係擅長養蠶採桑，有一技之長，亦都係非常之勤勞咁喺度工作嘅。早上就喺度工作啦。工作嘅時候就交代咗羅夫工作嘅工具：青絲餵龍繫，桂枝為龍鈎。工作嘅時候，我哋必須要有一個嘅籃去裝住我哋採集到嘅桑同埋蠶嘅。咁呢個就係佢工作嘅籃啦。個籃係點㗎？青絲餵龍繫，桂枝為龍鈎。佢用咗一啲青色嘅繩去綁住個龍，綁住個籃，亦都係用咗一啲上等嘅木材，一啲桂枝咧，去作為佢嗰個嘅把手啊。我哋可以見到佢對於自己工作嘅工具咧係相當有要求，唔係求其揾個籃，揾個核核突突、破破爛爛嘅籃工作就算啦。佢用咗一個好靚嘅籃，用青色嘅、綠色嘅絲繩去作為籃嘅繩啦，亦都係用桂樹嘅樹枝作為籃嘅提把嗰個嘅係呢一個嘅提把。咁可以見到羅夫係一個好對自己嘅外表好有要求嘅人，寫到佢嘅外在美，係由肖像描寫嘅角度描寫佢工作嘅用具，係好精巧雅致。講完羅夫嘅工具，我哋就講羅夫嘅外表啦。頭上窩墮髻，耳中明月珠。所謂嘅窩墮髻就係一個咁樣嘅髻。佢頭上咧紮咗一個髻，就係一個窩墮髻，耳中明月珠，係戴咗一個嘅耳環。嗰個耳環嗰粒珠啊，好似明月一樣咁閃亮。喺呢度用咗直接描寫嘅肖像描寫佢嘅髮型同埋服飾，係打扮時尚同埋高貴嘅。佢嘅頭上束上一個窩墮髻，耳朵戴上以夜光珠為裝飾嘅耳環。接下來亦都繼續用直接描寫去描寫羅夫嘅肖像，雙耳為下裙，子耳為上襦。佢着住黃色嘅有花紋嘅雙耳，即係黃色有花紋嘅裙啦，下面嗰條裙。而佢上身嘅就係着紫色嘅短襖，亦都係上身嘅衣服啦。佢嘅衣着咧係顏色係有配搭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有 VA 有視藝底子嘅同學都知道，黃色同紫色係非常之配搭嘅。透過短短嘅幾句，我哋見到羅夫對於自己嘅外表同埋外在內在美都非常之重視㗎。喺外在美方面，佢對於自己嘅用具啊、髮型啊、飾物同埋衣着都係非常之講究。喺內在美方面，佢係一個願意工作，亦都係有才華嘅女子嚟嘅。我哋要寫一個好嘅女子，就不能夠淨係講佢嘅外表，同樣要寫佢嘅內在美。就好似我哋喺中一學過嘅木蘭辭一樣，木蘭係一個講究外在美嘅人嚟嘅。佢一返到屋企就係化妝啦，脫我舊時常，當窗理雲鬢，對鏡貼花黃。返到屋企即刻化妝，追求外在美。同樣佢亦都有內在美喎。喺為父從軍裏面見到佢一番嘅孝心啦，一番嘅孝順，亦都係佢喺10幾年嘅戰爭裏面喺戰場上面堅毅不屈，見到佢嘅內在美嘅。好，用完直接描寫羅夫嘅外表同埋內在美之後，我哋就會見到有間接描寫啦。行者見羅夫，下擔劣雌蘇。行者即係路過嘅人，路過嘅人見到有一個咁靚嘅女仔喺度採蠶。下擔
劣刺蘇，都放低佢哋嘅擔，亦都即係佢哋擺喺佢哋肩頭上面嘅一個擔啦。可能佢哋咧啱啱耕完田啊，咁啊，即係呢個就係佢個擔啦。耕完田咧就用個擔去裝住一啲嘅農作物咁啊，但係見到一個咁靚嘅女子，佢哋都暫時放低佢哋嘅工作啦，就摸摸佢哋嘅鬍鬚。刺蘇，我哋成日都講鬍鬚，鬍鬚究竟係咩咧？刺係解佢嘴邊嘅鬍鬚，嘴邊嘅鬍鬚，而鬚咧就係解佢下巴嘅鬚，先至叫鬚。少年見羅夫，脫帽着朝頭。少年啊，見到羅夫啊，一啲嘅後生年輕嘅男子見到羅夫都即刻除低佢嘅帽，整理一下自己嘅頭巾啦。大家可以諗一諗，點解啲年輕嘅男子見到羅夫之後要整理自己嘅頭巾呢？耕者忘其犁，鋤者忘其鋤。耕田嘅人見到羅夫咧，都忘記咗自己嘅犁耙啦；鋤地嘅人都忘記咗自己嘅鋤頭。犁耙係咩嚟嘅？犁耙就係呢一個。通常我哋會耕田嘅時候，需要去令到土地原本好硬嘅土地變得鬆軟，我哋先至可以擺種子落去播種嘅。如果我哋用人手去掘開啲地，就會非常之辛苦。因此我哋會用犁耙綁喺牛上面，再控制牛向前前進，藉此係去令到土地變得鬆軟。耕田嘅人忘記咗自己嘅犁耙，鋤地嘅人咧忘記咗自己嘅鋤頭，返到屋企咧都好互相埋怨啊！點解大家咧都只係顧住觀看羅夫咧咁樣？咁呢一度我哋好明顯見到啦。如果熟悉中一嘅人物描寫手法，都會知道係用咗間接描寫裡面嘅第三者反應。有咩第三者？有行者咧，路過嘅人；有少年咧，有耕田嘅人。唔同嘅環境、唔同階層嘅人、唔同年齡嘅人都深深被羅夫所吸引啦。首先我哋見到用第三者反應描寫唔同嘅男性見到羅夫時嘅表現，例如佢哋嘅神態咧，佢哋係望到呆咗，即刻擺低咗自己嘅物件，即刻喺度摸住自己嘅鬍鬚。咩情況之後先會摸住自己嘅鬍鬚？就係諗唔到嘢啊，就會隻手有一啲嘅動，或者緊張嘅時候咧，我哋隻手就會有呢啲動作，周圍摸啊，或者喺度攞啲手指嘅指甲去撳落去自己隻手度咁，都係一啲咧自己好緊張啊，或者係緊張嘅情況之下咧，先會做嘅動作或者神態。進一步咧係凸顯羅夫嘅美麗。佢唔單止就係寫咗羅夫嘅美麗，正如我啱啱所講，我哋都會寫唔同嘅動物見到白雪公主嘅時候嘅反應，藉此表現出白雪公主佢嗰個天真啦嘅同埋嗰個嘅形象嘅。咁啊呢一度咧，亦都係用咗唔同嘅男士見到羅夫嘅表現去描寫羅夫係有幾靚。呢啲嘅男子點解少年嘅男子見到羅夫要除咗帽整理佢嘅頭巾呢？因為佢哋想即刻整理而用，吸引羅夫嘅注意。咦，我條頭巾有冇整亂到先？咁啊，我面上面有冇污糟到先？咁啊，希望羅夫可以見到佢哋嘅靚仔樣啦。亦都見到工作嘅人為咗欣賞羅夫嘅美貌而忘記咗工作，互相埋怨啊！好，以上我哋見到《陌上桑》呢首詩，佢寫得好嘅地方喺邊度呢？佢嘅描寫手法係非常之多元化，佢既有環境嘅烘托，亦都有肖像描寫，有行動描寫，更加有第三者反應，係由唔同嘅角度描寫呢一位美女嘅形象，令到我哋認為佢嘅手法非常之多元化，亦都係成首詩其中一個最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啊！請各位同學咧係寫翻相應嘅筆記喺書本入邊，唔該晒。